當局就法定最低工資進行咗邊一啲宣傳工作，並詳列有關活動嘅項目，有否評估宣傳工作是否做得足夠？若有評估嘅話，結果為何？會否考慮加強認識法定最低工資嘅推廣工作？若會，詳情是什麼？若不會，原因是什麼？勞工處正積極進行多方面嘅推廣活動，加深僱主同埋僱員對於最低工資條例嘅了解。自條例獲通過之後截至到今年2月底一共約有8000人係參加由勞工處主講嘅49場嘅簡介會。咁其中包括為僱主僱員同埋一般市民舉辦嘅大型嘅研討會，以及特別為唔同人士，例如啲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互助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人力資源從業員等舉辦嘅講座。為咗廣泛宣傳法定最低工資嘅訊息勞工處已經印備有關最低工資嘅單張同埋海報，並且通過唔同嘅渠道係分發同埋張貼嘅。並且喺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係透過車廂電子嘅廣告屏幕車廂嘅橫額椅背同埋車身等係進行宣傳，並且播放全新嘅電台嘅宣傳聲帶同埋電視嘅宣傳短片等。另一方面，為咗讓殘疾人士同埋佢哋嘅僱主清楚了解佢哋喺最低工資條例下有關條文嘅權利同埋責任以及為殘疾人士提供嘅生產能力評估嘅內容同埋細節勞工處進行咗具對象性嘅宣傳同埋推廣活動，包括直接郵寄啲單張係俾差唔多15萬嘅殘疾人士，亦都喺電費同埋水費單入邊加入一啲宣傳嘅資料，為殘疾人士康復嘅團體、家長組織、聘用殘疾人士嘅僱主等舉行有關最低工資條例嘅講座。透過復康嘅團體同埋有關政府部門嘅辦事處同埋網頁我哋張貼海報分發單張或者係刊出啲相關嘅訊息，播放電台宣傳聲帶，以及喺工會、商會同埋啲非政府組織嘅刊物入邊我哋刊登廣告同埋稿件等等嘅。雖然我哋已經透過多種嘅渠道廣泛宣傳最低工資條例勞工處仍然會繼續加強嘅推廣工作，提高市民對於法定最低工資嘅認識。勞工處會安排喺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入邊係播放宣傳片同埋進行其他嘅宣傳。喺報章我哋會刊登啲特刊，舉辦講座同埋啲巡迴展覽，亦都會懸掛啲橫額作戶外嘅宣傳等嘅。